讲到这金门、厦门的水性呢，这海域长期以来拢有人伫遐违法饲蚵啊。这几年范围是愈饲愈宽，甚至有业者呢会用这中国渔船来采蚵啊。也因为这活动范围就是金门、厦门的限制水域附近，变做是国安空旁路。海巡除了会掠这中国渔船，金门县政府也讲会和中国协调，把这蚵病拆掉。哦，还挥舞杆子。 中国渔港提得告做了海巡人员执法，对着渔民拒绝检查，海巡人员强势定准。金门海巡队伫2月14查到金门的养殖业者非法请中国人士挖界饲蚵仔。金门县政府过去敢若核准4公顷养殖区。 挖金门厦门禁限制水域线，离对岸厦门大约1.73海里，无寻到养殖业者用合法暗号非法，随年来扩大养殖范围，造成蚵仔病面积是愈来愈大，均达到72.38公顷，真做违建的珍珠海。业者找中国渔船挖界协助采蚵仔，行伫国安无清楚的地带，挖界烦恼论做国安的空旁缺失。 金马棚分署已经查获金门养殖业者非法雇用中国人士从事养科作业，总计8船18人，其中6船14人已经经司法机关判决有期徒刑或罚金在案。虽然国安危机影响不至于那么大，但是对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两边的执法单位都应该依法来执法。 金马批分署讲，总计查到养殖业者非法请中国人士来饲蚵仔，这案件总计8船18人，没收5只中国籍的采蚵仔船，也搁有蚵仔13914公斤蚵仔仔2万条。因若海委会去年11月启动跨部会协商，要解决违法蚵仔病问题。不过问题是金门县政府无讲的考虑。 现在有请海巡单位加强查缉让他们现在也严防大陆渔船在进入我们槟榔屿水域这一带有争议的水域进行养殖作业。行政院已经开过2次会了，那目前是由金门县政府跟渔业署来做整个后续的处理。金门县政府讲，正继续甲中国协调调度的作业。海巡是强调会加强海协巡逻查处，严格禁止中国人士挖界来采蚵仔。记者综合报道。